好啦，星期日肥豬足球世界嗱，琴日咧同大家做2波直播咧，咁多謝大家支持先嚇。嗱，繼續上肥豬足球世界咧，文字版今日咧就焦點大戰啦，西班牙國家打比，皇馬咧就出戰巴塞啦。咁另外咧就視頻版咧，今日就巴甲都係打比喎，不過係聖保羅州嘅打比啦。咁啊，帕美拉斯對住聖保羅嘅，咁啊帕美拉斯咧對住聖保羅，我嘅諗法就係入波相對應該唔會太多啦。咁啊，點解會有個咁嘅諗法咧？無他嘅幾個原因，第一，熟悉嘅對手啦，因為兩隊都係嚟自聖保羅州啦，兩隊亦都係好熟噶啦。第二，因為上個禮拜周中咧，兩隊都打完南美自由杯，咁啊相對嘅體能咧，同埋都係作客喎。嗱，記住都係作客喎。嗱，雖然兩隊都係贏波啦，咁但係體能嘅付出咧都係相對比較大。第三咧就係話，嗱，雖然帕美拉斯成績都唔錯，好好啊，咁啊暫時第3啦，但係佢哋面對一啲對手咧，即係要極力防守嘅情況下咧，佢哋未必破到密集，咁啊，所以咧今屆暫時3場巴甲主場咧勝和負各1嘅，而且一波唔係多啊，咁啊至於客軍嘅聖保羅仲搞笑，暫時係不敗之師喎，7場波1勝6和，咁你話佢戰績好定唔好咧？咁你真係好難分辨啦。嗱，作客情況下3場都係和波啊，咁啊而且得球3球，失球3球。嗱，所以咧見到呢班波好簡單啫。而家因為聖保羅領隊咧，阿根廷嘅蘇比迪亞咧都係強調咧整體防守啦，咁啊亦都幾硬淨嘅球風噶。所以咧呢場波咧預計咧佢哋面對實力相對或者功力相對比較強嘅帕梅拉斯咧，都係採取咧防守反擊嘅即係踢法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好大機會咧入波相對比較少噶。嗱，除咗呢一場之外，記住上文字版咯，記住支持肥豬足球世界，收到嘅靚料，廚房方面繼續咧有利好嘅戰績，所以真係要支持啦。